台中成功3月起步案造成死伤，成功3月今仔日暗头讲会提供大概罹难者1100万的补偿金，而且开始心理支持计划。因那台中地检署昨暗时也搁一摆到现场厘清案件。另外，这摆的爆炸造成2个楼管死亡，有加速到即期，为什么楼管搁爱兼监督工程的工课？台中成功3月13发生严重爆炸，迄一天总经理吴新阳宣布，每一个罹难者会提供100万补偿金，15总公司搁对外说明，提管每一个罹难者的补偿金。星光三月这边也提供1100万为补偿金，1100万为补偿金，我们希望跟罹难者的家属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成功3月表示，除了对11位伤者拢表达上大关心，每一个罹难者的补偿金包含慰问金、保险理赔甲其他补偿等等，拢提悬到1100万。也宣布为即日开始305个员工启动心理咨商甲带薪水公假，另外3500几位员工权益要进一步讨论。台中检调14号完成上险，搁通知16个证人到案说明。本件事故相关人员是否涉及刑法之过失致死、过失伤害及公共危险等刑事责任？专案小组将会尽速调查、审慎厘清。在爆炸事件当中，不幸死亡2个楼管，其中33岁姓陈的楼管家属质疑，楼管的工作是正当，也要负责监工，实在是无法度接受。做要几10年安尼，发声无去，嘛是真艰苦啊。是咱工人拢无安怎阮的在业的人伫遐有代志。家属表示，姓陈的楼管伫成功3月上班已经10多年，前一阵仔才多升科长，想袂到会做着不幸，希望真相赶紧调查清楚，互家属一个交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